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总统蔡英文在今日起到台东，宣布政府会因为核废料一中枪对地方的伤害，会补偿25亿5千万。香港反送中示威较大，香港警方已经发射了1万粒的催泪弹，也因为成分不明，有民众皮肤开始出问题。有立委质疑桃园机场新塔台无通过消防检验就伫使用，民航局也表示讲，正在做系统的测试。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土地环境的问题。南市的核废料集中厂土地使用争议，经过了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认定政府对民国63年设立开始就无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亲身去到台东，宣布讲会针对地方的损害补偿南市25亿5千万，也会成立基金会协助岛上的居民改因的建设、改因的医疗环境。南市居民表示讲认同蔡英文的做法，不过因也要求讲爱把核废料迁出去南市。总统蔡英文2日下晡去台东宣布核废料南市地准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损失补偿要点，政府要用25.5亿，回头来去补偿对民国63年到88年之间，伫当地居民唔知影状况之下，使用因的土地来垦核废料。当时的核废料迁来兰屿的时候，在地的我们族人朋友确实是不知情，而且也没有表示同意，政府应该提出补偿给我们的族人朋友，还给他们一个公道。蔡英文表示，这条补偿金会成立一个基金会，交予南市人来管理，提供当地族人改善生活、医疗、还有建设等等。另外，88年了后继续租土地，每3年佮提供2亿2千万来做续租配套补偿金。有部分居民正面看待蔡政府25.5亿赔偿的第一步，不过嘛有真侪南市族人抗争核废场真侪档，认为讲政府应该用更较确定的行动，把核废场对南市迁出去。我们想要的是立法，然后明确的一个迁塘基层。我也相信我们的小英总统也会协助我们兰屿将核废料迁出。这项补偿要点是蔡英文亲身公布，南市的头人特别送南市的插帮船的目标，来感谢总统63年进前补偿南市人的保证。不过蔡英文嘛强调讲，原住民的历史正义甲转型正义目标，还有真侪工课要做，这届总算是下出重要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市的反核运动，对民国76年开始，到今也已经超过31年啊。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搁再向南市人回信咧。其实，伫咧民国91年淡水扁做总统的时阵，迄阵的经济部长林义夫就捌代表政府共回信咧过。环保团体也讲，当时有签约定的草案，不过无真相调查委员会也无甲因补偿，因肯定蔡总统完成这2项的任务。无要甲核废料当时爱刷走，就爱看政府的具体方案。南市伫咧台湾东南边的外海，离本岛超市90公里远。日本时代捌是一个独立的岛屿，不过自从民国69年政府经伫咧南市起地准场以后，民国71年开始收核废料，南市踏入族人的命运。自迄个时阵开始，就甲核废料牵连做伙。因为这个是核能废料，第一次拿回来到兰屿的时候，第一次问我们说这个是地工厂，第二个关渡工厂，就是这样子。族人不满政府早期欺骗族人，是要伫当地来起鱼罐头的工厂，结果却是甲本岛产生的核废料摕来南市接客，所以对民国76年开始，居民就开始抗争运动。1988年的2月20号，用驱散恶劣号名抗争到今已经31档。蔡英文向南市回信的，其实伊毋是头一人。我以经济部部长的身份，那么愿意代表政府来跟各位乡民，那么表示政府最大的歉意。民国91年阿扁政府时期，迄阵的经济部长林义夫就捌代表政府甲南市人协商回七个，不过迄当阵无进行真相调查，嘛无补偿。环保团体肯定蔡总统任内成立调查小组，而且公布真相的报告，还有提出25.5亿的赔偿金。不过，也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要做。补偿当然是好事，这是代表政府重视并且承认过去那个兰屿的这个核废厂是一个不正义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呼吁政府能够尽快
召开全国性的这个核废的会议，来决定到底核废如何从兰屿迁出，能在台湾本岛上找到一个适切的处理方法。黄色的核废料透捌生生甲真严重，而且佫破去。台电对民国96年年底，就用差不多4年的时间来检查定底，完成了后，还佫有10万孔277桶佫放伫咧南苏。经济部101年核定台东达人甲金门乌丘来做加改核废料上下尾处理的场所，毋过要公投选地点的作业程序还未顺利进行，核废料也是爱暂时放伫咧南苏。环保团体表示，想要迁出去，可能佫要等10年。政府必须要赶紧定出具体的方案，还佫有时间。若无核废料伫咧南苏，也佫是一个无答案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宣布台商回流的投资金额有超过7000亿，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却质疑用欺骗伫咧治国。总统蔡英文透早去参观科技公司时阵也讲，中央甲地方的合作非常密切，包括新北市、桃园市和台中市有上班的市场，拢证明台商确实有回来。无伫咧上班的市场，为怎样会感觉台商拢无伫咧投资咧？参观科技公司，总统蔡英文亲身感受台商落实投资回流的生意。当处长柯信雄、经济部长沈荣津专程陪伫边啊，因为政府讲有超过150间企业，将近7000亿的投资额内底，才个占25亿。未来要扩大厂房，增加人才。蔡总统认为投资敢有落实真重要，伊个利用机会考试韩国瑜。桃园市长曾市长也讲，新北市有很多台商回来，那甚至于台中市长也都有出来证实是台商确实是回来，而且有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了是有投资那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上班的市长觉得没有投资的存在。侯友宜侯市长呢，也为了这件事情来跟我讨论过，也亲自过来真的可以看得到，其实中央跟地方大家都捡起袖子了。徛伫边仔柯信雄嘛对你讲话，证明中央甲地方密切合作。为了消除外界疑虑，行政院下晡特别说明台商资金回流的情形。政务委员郭明新表示，高雄市有1400多亿，嘛你考试请假韩市长有无清楚？一直走基层府选的副手赖清德是对韩国瑜用一个查某3个查甫拍麻将，来形容台湾甲美国、中国、日本的关系，伊口劝韩国瑜莫去拍麻将啊。我真的建议韩市长不要再打麻将了因为台湾不是强盗，没有去抢美国的银行，中国也不是警察。赖清德以香港为例，重申爱支持守护台湾的民进党，但是台北市长郭文泰最近一直咧批评台独的议题，佮讲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是咧依附新潮流。赖清德认为，任何政治主张拢应该爱尊重。记者郭灿、曾志成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去到台中，甲中部工业区的厂商座谈，有头家一开嘴就讲到一例一休的困境。韩国瑜伫咧媒体联合访问的时阵，也针对总统蔡英文台商回流的争议，伊也质疑讲总统和经济部处长敢有伫咧欺骗咧。另外，伊的副手张善政也用记者会宣布讲，伫行政院的新移民委员会若准因来选调，会有新的突破来规划。面对台中工业区的厂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爱大家尽量讲，业界提出的嘛是一例一休对产业造成的困境，游览车业者嘛希望投入观光业。我们的一例一休，搞得老板不敢加班，员工我们也请不起了。为什么？这个加班它的计算方式，企业界3两下你就要倒了。观光产业只要有什么问题要补助，我们游览车也不是观光产业。我的意思说，将来深可是能把游览车纳入在观光系统。韩国瑜是回应，新里党赚无钱是国安问题。但是如果商人赚不到钱，企业界赚不到钱，那就是国家的国安问题跟危机。韩国瑜下晡出席台中市的妇女协安会成立大会，接受媒体联访的时，被问到台商回流投资，面对蔡英文总统强调，有上班的市长拢证实有投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反倒来问讲，有领薪水的蔡总统和经济部处长，敢有欺骗的嫌疑？蔡英文总统没有请假，目前是有领薪水的总统。经济部次长在立法院的答复是有领薪水的经济部次长。答复台商回流投资的钱是0，有领薪水的蔡英文总统都没有发现
这个执政党的政府有欺骗的嫌疑吗？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早起透过记者会对外宣布，为即马开始筹备行政院部会顶级的新移民委员会，由恁会先做调一人，若是当选，会突破目前的政府组织架构来达成。就是要成立一个直属行政院的一个部会级机关，叫做新移民委员会。在新移民已经到了55万的时候，我刚才讲的说，政府的政策跟组织架构本来就应该与时俱进。国民党总统和副总统参选人一北一中分进合击，一个税平政策和国政方针，一个是集中火力向准对手的施政正义，争取选票的时阵，嘛要提出牛肉和选民来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和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草协联名发起人李正浩，在今仔日有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湘陪伊去新北市选委会登记，伊打算要来参选新北市中和区的立委。李正浩表示有向郭台铭请教，三方协调了后，决定代表亲民党出来选。党主席宋楚瑜也表示讲会甲伊支持。新正浩，新选择，李正浩当选。大社花口合体剧行出战的草协联名发起人李正浩强调，讲家己要参选的决定时间是真短，是18才决定的，毋过已经准备真久，未来的1天当作2天来用，予中和的选民加一个选择。因为李正浩常常伫咧媒体批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即届要甲去用当作是韩家军的议员邱phong耀，阁有想要拼连任的立委江延昌来竞争，嘛变做讨论的话题。两大党政党支出加起来很少低于70%，现在是史无前例的低，所以我这次出来不是抢蓝的25%，也不是抢民进党的25%，我抢的是不知道选给谁的那50%。伊想鼓励李正浩替人民服务爱无私，而且爱积极来政党的本心。若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强调讲，找李正浩来是公立人才，就那像是亲民党的立委参选人，是各党派多元的组合同款。我原来也是国民党的，我现在出来参选，不是要给国民党眼色瞧瞧吧，对不对？我们这里面好多都是各党各派的，也就是台湾的乡亲，大家团结起来，组成我们自由民主的联军。洪立伫咧亲民党不分区立委的郭台铭幕僚蔡信如，嘛证实讲，鸿海郭台铭要甲李正浩来见面，而且鼓励伊继续替大众来服务。经过三方的协调，决定讲要用亲民党的名义参选。这之前其实也跟这个郭台铭先生见过面，通常呢也是有一个晚辈向长辈请益的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原则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为台湾的自由努力。蔡信如强调讲，郭台铭未来若是时间会使，一定会替李正浩来徛台。若是宋楚瑜嘛表示，未来会替李正浩辅选，嘛希望讲选民和少年人一个服务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除了一名一个行动党甲陈水扁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以外，陈水扁下晡也去到台中，替一名一个行动党的立委参选人徛台，也讲到伊会积极争取不分区立委。另外，伊替人徛台敢有违法的？陈水扁也做出相关的回应。来到台中替一名一个行动党立委参选人林培基徛台，前总统陈水扁和支持者包围，搁伫现场举行签字会，替因签名。目前虽然搁是不外就医的状态，不过陈水扁看起来精神真好，搁大方谈论一名一个行动党将家己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名单，无依法袂当登记的问题。这不是我阿扁个人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我们蔡英文总统他愿意不愿意点头的政治问题。那现在中选会所说的都是法律问题，但是中选会没办法解决阿扁参选的政治问题。陈水扁被列做一名一个行动党不分区名单的第6，嘛要积极替党籍立委参选人徛台。虽然台中家表明死的袂当的原则，环境搁全庭肃静，但水扁有感觉讲家己有踏着法务部红线。只要在台下讲话没问题，要讲祝福的话、恭喜的话，也绝对没有问题。我永远不会踩红线，我只是移红线而已。陈水扁讲是来表达祝福，嘛无徛伫台顶，前一天嘛得到台中家同意才来，但是选战当日，反倒引发政治后续效应，台中家态度保留。会持续去了解他今天活动，因为他今天活动有报备，那我们有在掌握。
台中家表示，咱前总统以签署过的名义提出申请，是毋是有牵涉到选举，也是政治，我要进一步厘清。台中家阁讲，事先有接到报备，嘛表示有提醒要注意啥，但最近先提出答案线的争议，伫这个总统立委选战展现积极参与政治的企图。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在今仔日举办媒体见面会，伊也把焦点放伫咧4个要点，目标是要增加台美人民的关系。另外，访问到2020年总统大选，中国施压台湾，甚至用假消息要来影响选情。李英杰也表示讲，美国真看重这项代志，不过也访问到香港反送中示威，是毋是对蔡英文的选情较有利呢？李英杰也回应讲，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拢会期待会当共同合作。B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Is true. 强调台美关系相当友好是真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日发表年度第4个政策性演说，焦点伫美台中间人民的关系。针对明年大选，中国一直用政治军事对台湾施加压力，甚至传出假消息，想要破坏台湾民主制度。伊讲美国是真关心。We do believe tha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ill be deemed free and credibl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course, we must remain vigilant and. As we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address the ongoing concerns about disinformation and encourage greater media literacy. 对着香港反送中示威，是毋是对着总统蔡英文连任有帮助？伊态度保守，强调无论选出的人是甚物人，美国拢期待继续来合作。更加强调，美国有责任提供台湾防卫能力的物资加技术协助。今年也批准多项军售案予台湾。美中贸易战情势多变化，美国军舰进前驶入中国南沙岛岛南邻近海域，和中国不安发表谈话，要求美方停这种行为。中国外交部也强势来反击。中国南部战区依法对美国有关舰船全程进行跟踪监视、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美方的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主编欧锡进坦白讲，美国确实在贸易战方面较赢，不过无才调来结束贸易战，更加批评美国支持香港。香港反送中真侪美中两国政治的角力，甲台湾只有一害之隔，后续引发倒一寡效应，各界拢继续伫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对6月发生反送中运动，到今已经5个多月了。香港警方隆重发射大约1万粒成分不明的催泪弹，结果也出现讲有的民众吸入到催泪烟的物质，在伊的身躯顶开始生粒啊，甚至是生太过病。也有立法会议员要求相关单位要公布催泪弹的成分，才会当保护民众安全。进前，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和防暴警察爆发冲突，校长段宗治出面甲学生对话时，伫咧无装备的情形之下，互催泪弹伤到。有香港媒体报道，段宗治伫咧冲突发生了后几天入去病院。为6月爆发反送中运动到呾，催泪弹、水炮车、汽油弹变成赶紧赶民众的配备。5个月过去，警方算咧释放差不多1万粒的催泪弹，各地电线网烟线雾，敢若产生化学污染的问題。咁我都驚係咪嗰啲係咪催淚氣體咧？咁我以為就係得一邊頸，兩邊膊頭同埋前邊頸同埋後邊頸，其實呢度以上咧就全部都紅腫晒㗎啦。民眾提出囡仔切無奈相片，閣有人講家己輸到催淚煙，結果6天啊，然後嘛是無爽快，閣煩惱環境和水源受到污染。閣有香港媒體記者身軀頂出現人類存在高濃度2因的時陣，才有的濾錯窗。為立法會議員即個是話局，為怎樣不要求保安局提供催淚彈的化學成分？佢哋涉及行動嘅部署咧，警方認為咧，為咗避免影響佢嘅行動能力咧，所以係不宜公開嘅。包括伊利沙伯嘅醫院裏面嘅同事係唔知點樣清洗佢嘅冷氣系統，唔知點樣去漂白水會唔會有一啲化學反應出嚟。你既然你唔知佢化學成分，我哋點處理？
我哋睇翻呢啲文獻咧，係冇發現咧，佢係顯示催淚煙咧係會引致二噁英中毒嘅一啲嘅個案。如果市民懷疑家居受到催淚煙殘留物嘅影響，就應該盡快清潔，盡量。港府發布影片說明催淚彈是粒子，擴散範圍有限，未對整體空氣品質造成傷濟影響。但是醫療警官和護士協會嘛是反對講，催淚彈若是有含危險嘅化學物質，唔若影響受惠者甲市民，對連港警嘅健康嘛有危害。所以希望政府公開過去5個月催淚彈嘅成分釋疑，才會當保障民眾嘅安全。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開了12億外的桃園機場新塔台，打算12月中要開始使用咯。不過有一位講，新塔台到今攏無通過消防安檢，而且工作人員一直在9月時陣就入去使用啊，恐驚影響到飛行安全的問題。不過民航局也回應講，也未正式啟用，風聲攏是無影無跡，只是在做系統轉換測試。塔台關65公尺，野柳路網頭造型嘅設計，同國際機場新塔台，這個月12日，交通部長林佳龍視察之下提前來公布。不過有立委得到消息講，新塔台到即陣依然也未通過消防安檢，卻是早佇9月下旬已經有工作人員進駐，懷疑民航局逃走。9月23號就已經開始啟用了，在消防的上面的最基本的，你應該要去把它做好處理吧。好，不然的話，一旦發生火災的話，不是只有內部人員的安全問題而已，這還牽涉到空中交通流量的這樣的安全性，太過於便宜行事。立委批評民航局無照規定大主大意，唔但影響塔台人員安全，也可能危及飛安。通知消防局也證實，新塔台也未通過消防安全設備完工的查驗。機場的塔台部分有向消防局來申請消防安全設備的竣工查驗，那目前的話是在承辦審理當中。不過民航局發新聞稿澄清無逃走，即陣家己嘅身軀系統並行測試階段，部分人員進駐是為咗飛安提前作業，並且強調新嘅塔台屬有特種嘅建築，無需要使用執照，也無需要使用許可，因為所有許可流程在時間進前已經報請內政部行政院核准，而即陣消防安檢已經通過初檢，敢若等待複檢來通過。未來要檢附相關嘅資料，交由桃園市府嘅建管處來備查，預計上緊12月中就會正式來啟用咯。記者綜合報道。在咧昨暝的一陣大雨，害到家人一間土廠內面的土規個放落來，好佳在是無人受傷。透早家人市政府也派人去看，初步認定講是雨水傷過大才會放落來，不過詳細原因還要調查，因也需邀請土廠先停止營業。這整個都是將近1萬平方公尺的土堆，經過1暝的大雨，對15公尺懸的所在放落來，這是歸人的原煤土豬場，原本的管制站也被衝倒去。你應該伫頂面的迄幾鐵板甲地磅也規個被大地的土石堆內底。早起9點，歸人市府人員甲消防人員去勘查，加在無造成人員的傷亡。目前就是邊坡的一些雨水沒有完全排到它的臨時滯洪設施，那所以才會造成裡面的水的一個崩塌。即日起就是停止營業，就不得再進土了。灘的地方都在我們的廠區裡面，那對我們的影響比較大，因為我們就不能再進土了，所以我們會先把土移到上面去，然後把整個再恢復。歸人市府已經指示相關單位馬上處理，考慮安全，即日起封閉這個土豬場禁止營業。初步研判是雨水傷多造成這個土堆骨裂。離土豬場外口這個大路有真濟路樹甲廢棄物，車輛經過攏受到阻礙。到了那個土啊，就是整個就是垮下來這樣子。我今天早上有上去，樹啊什麼都從上面衝到那個路面啊。當地里長講，對拜四暗時大雨開始，造成四周圍的路攏淹水，下晡土豬場的對外道路也已經攏封起來，禁止車輛經過。記者綜合報道。經過8天的時段，南回公路改善工程要完成咯，已經進入最後的測試階段，在咧後個月就會當通車。其中工程內面上解困難的就是草坡磅坑，是國內第5長的磅坑，也因為土壩問題真複雜、真歹做，好佳在咱的團隊攏隨行拍通關。
游览车驶伫咧南回公路的草埔磅空，南回公路安朔到草埔的路段是南回改善工程的上下尾1公里路，长4.6公里的草埔磅空，甲洪湖最上水高架桥的安朔高架桥接组伙，主体工程拢已经完工，开始铺面摒扫，也个漂湿确认。改善的工程完成了后，拄屏东到台东会当比过去减30分。差很多啊，节省很多时间，让我们整路开起来很平稳。我们之前开南回是有点弯弯曲曲不好开，就开这一段就蛮顺的。100年启动的南回改善工程，因为当地地质的状况真复杂，施工是真困难。顶个月才通车的香兰川甲大鸟川的路段，因为地形条件有限制，敢若会当弯路混跨。若是安朔到草埔的路段，地质条件破碎，工程的重点敢若会当出弯掠直。毋过也是会经过用水区，施工的过程经过36届放气，上严重的1届放气，就连大型机械拢去用抬起来。抽滩涌水的一个灾害达到大概将近有36次。那最主要是因为这边的水量也是比较大，那相关的地质是比较破碎。那开挖的过程里面，我们有碰到很多的皱褶的一个地层。那这个部分来讲，大概都是我们挤压造山的所形成的一个现象。草埔磅空是国内第5长的磅空，公路总局表示会用高规格的监控安全，照塑化剂来按磅空影像事件侦测系统，除了塞车以外，嘛会当即时侦测到事故，也是颠倒头驶的车，还有行路的人，也是落去的物件，还有乌烟。万不若是发生火灾，就会启动野水排烟系统。公路总局表示，目前南回改善工程进入最后基电测试的阶段，12月底开放通车的时间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真。咱常常听到讲，有的所在有人想要来偷渡。伫咧西班牙海华顺风队甲非政府组织的人道救援船，伫地中海救到125名要偷渡的人，其中也有79人伫咧大海默默游，已经有6天遐久啊。西班牙非政府组织 Open Arms 天开双手的救援船，日一暗伫利比亚78公里远的海域，发现这只客满人的手灵艇，内面阁有2个5岁以下的囡仔。Fast. If collaboration is fast, okay? 1 second, and we have for all. Don't worry. 这批因为手灵艇的引擎害去，伫海上漂流24点钟的偷渡客，大部分是出身中非和西非国家。救援人员检视了后发现，真侪人有体温上低和2度烧伤的情形。这个年纪的查甫人身躯顶阁有一直无好利的创伤，伊表示是这个月初伫利比亚的cứu救中心发生的情形。We were just rescued by the Open Arms and we are very happy. We don't know how to show how happy we are, but we are very happy, grateful. Me and my team, my friends and my family, all of us, we are very happy. Open Arms 人道救援船刷到来爱上脑筋的是欧洲多一个港口会当过因渡船。真拄好的是，这港西班牙的海华顺风队伫大加那利岛外海96公里远的海域，发现一只伫海上漂流6天、载79个人的偷渡船。船顶有3个负责人、9个囡仔。海巡队将因全部送去大加那利岛南方的海港，交予当地红十字会病院进行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比利时有一个9岁囡仔伫咧荷兰读电机工程的大学课程，后个月就要毕业咯，有机会争做全世界上少年的大学毕业生。哪怕电脑哪望边的狗仔，9岁比利时查甫囡仔西蒙看起来甲一般的囡仔同款。不过，伊却是智商达到145的天才儿童。伊即要在下个月摕到荷兰爱因霍芬科技大学电机工程学位。Het brein aan het soort van simuleren op een chip, dus dat is zo'n kleine, eigenlijk wat we net al was zo'n grotere versie daarvan. 一般学生爱用3年的时间才有法度毕业，西蒙却是在短短无到1年的时间就修完课程，即要摕到毕业资格。特别的是，一个开始，竟然是伊阿公阿嬷先注意到讲，这个囡仔竟然是这么巧。Tot recent eigenlijk. Hij is opgevoed door zijn opa en oma. Wij werkten veel. En zat hij altijd bij opa en oma en zeiden altijd van ja, hij is zo slim, hij is zo speciaal en weet ik het. Maar wij dachten, opa en oma zeggen het. Iedere opa en oma vindt hun kind of kleinkind slim. Dus wij namen het nooit echt serieus. Yeah, well, he only needs a half word, I think, and he picks things off. He connects different topics. So, yeah, well, his mind it's working on full speed. He's maybe 3 times smarter than the smartest student we've ever
met in our career. 希望考虑未来读博士学位时改为专攻医学领域。 Ja, eigenlijk mijn droom van de toekomst is eigenlijk kunst gaan maken. Dus eigenlijk waarom ik deze droom heb is om allemaal opgenomen hartpatiënt te zijn. 若是伫12月顺利毕业，希望会打破金氏世界纪录，真做全球上过少年的大学毕业生。也毋过伊的爸母强调，细汉时阵快乐也真重要，希望囡仔应该耍的时阵就爱去耍，莫互伊伫细汉时阵留下缺憾。记者慈宏下报道。 愈来愈侪间的公司伫咧做机器人，其中一间做 Whisper Autobot 一间公司也有创新的产品，或者行李机器人，十八也开始伫咧美国服务人客咯。 红色圆滚滚的外形，阁有2个车轮啊！这是生产 Whisper Autobot 的意大利经典品牌比亚乔，伫波士顿的分公司开发的新产品——行李机器人。 We expect a very wide range of people to be interested in JETA, from young families that move around the world with all their kids' toys, to people going for a 5-block trip to the local grocery store. 伊的名是用意大利文号的，意思就是底厅旅行。伊就亲像随身的行李箱，持手纹感应的开关，物件下入去了后，就会当两手空空去踅街，也是旅游，毋免烦恼伊会对无去，因为底部有感应器含摄影机，会当互伊甲人对调调，佫会当闪开障碍物。After a year and a half of research and design, we decided to focus on helping people be pedestrian and outdoors, rather than giving them another thing to ride on. 伊长度差不多68公分，上大载重18公斤，看起来係一個大卡網含幾領衫攏會重。上懸移動速度是每點鐘6英里，充滿電的情形之下，會當持續運作4點鐘。但是介紹無俗，一台3250美金，等於台票9萬9。 这几年来，其他公司拢计划研发送货机器人，参像亚马逊、FedEx、福特汽车拢公开进行测试。规模上大是由 Skype 2位共同创办人合伙创办的新创公司 Starship Technologies， 已经伫全球20个国家100个城市完成测试。最近，佮和美国100间大学合作，伫校园推出外送服务。 I didn't want to go out because it's so cold, so I ordered it to bring me lunch. I love them. I think they're so cute. 专家表示，这有可能是未来几档机器人的设计潮流，外形甲功能拢是以解决人类问题做代称，互生活更加利便。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继续关心香港的消息。香港区议会选举伫咧礼拜要来举行，18区要选452席次，因过拢是建制派占较侪位，甚至有的选区无对手就家己宣布当选。不过在今年受到反送中的影响，民主派加入挑战，新的会局势出现改变咧。有民众也讲，无论安怎样，拢爱去投票。 现场如苍苍，树林庆子卡落跪涂骹，这是理工大学外口，车含道南半暝是反送中示威者甲港警激烈战场，天光了后，成做另类观光景点。这阵中国来游客唔惊香港街路一直升级的冲突，照常来佚佗。现在这个旅游景点过来，便宜一点。便宜一点就来了。观光客也过纬度上中细字穿过，暗过路未通，车不法度进出，已经真侪天，依然无看到港府派人来清理。附近居民即关归去家己来，无人报关，政府无效率，自发移除路障，这就是因面对反送中示威的表态方式。最起码大家都知道了，香港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 交通状况是24区议会选举是不是如期举行的关键。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主导权无伫政府，爱所谓暴徒停止暴力行为。接近选举的一期，确实较无冲突，也互停选变数降低。不少市民盼望这摆选举应改变原来权力结果。 我打从心里是相信他们是我们香港人，不是说黄丝了，蓝丝也是。希望这一个选举，顺利进行。本来我要去旅行的，就是有一个 wedding 在外头，我都放弃了，不去了。我是香港人，我当然要投我的想选的那个人。
有学者指出，区议会过去大部分由建制派控制，一届4年差不多1600万新台币薪水资助，表示有更较侪资源用做好社区服务。这摆有未少泛民派决定投入选举，无愿意搁互建制派因为无人竞争主动当选。已经做12年的民建联区议会李君仪讲，面对竞争，已经为少做好选民服务。所以你会担心这个抗争行动会影响整个投票结果吗？一定会，会担心的，有一个担心。但是这个结果我们是绝对的尊重，因为香港是尊重这个市民的最后的选择。紧张几啊天的理大校园，也因为真侪学生离开，感觉是空空。反送中抗争该好气好强，这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是不是定现伫选举结果呢？加路亚旦气氛愈来愈高，这款和平的灯火就伫理大外口无偌远的广场点灯。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要半年啊，而且抗争的手段也是愈来愈激烈。虽然有香港市民无认同，不过也有人认为讲，拢是互政府唔回应的态度逼到的。这礼拜就是区议员的选举，而且比顶届增加要40万名的选民。香港人讲，因甲这礼拜的选举看作是全民公投，要用投票来表达因的意见。这是香港中环的地地广场，四界拢是名牌店，也毋过路人的民众比以早是减少袂少。反送中抗争继续将近半年，对香港零售观光造成正大的冲击。每天伫路人讨生活的客运车司机感受上深。很影响生活的，我的生意已经少了30%跟40%差不多了。院长讲，示威者甲警方的冲突愈来愈多，伊认为一切源头拢是香港政府完全无回应人民的诉求。当然这是不对，但是要前因后果嘛，这个是不要倒果为因。中视金融投资业的蔡先生认为，这半年来虽然香港社会有一寡不安，也毋过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底应该未受到影响。伊嘛捌真侪届做伙行上街头来声援反送中，对目前抗争的走向，伊态度真保留。截摊200万出来 ，OK， 政府没有反应 ，OK， 好，下期我们300万人、400万人 ，OK， 到全部的人都出来了 ，OK， 你不可能不听嘛。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经过将近半年，一开始游行的时阵，香港人发出"香港人加油"的口号，后来因发出"香港人爱反抗"，过来因为防自杀人数是一直增加，因发出"香港人爱报复"。对香港人来讲，因有的人是认为讲暴力抗争会一直升级，是因为政府所逼。也毋过嘛有真侪人希望会使继续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因的诉求。为反送中运动开始到现在，新增加将近40万的登记选民，因认为礼拜日的区议会选举是一场公投，会使来表达出香港人的心声。特别伫礼拜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4年一期，18区拢总要选出452席区议员。700多万的香港民众有413万人登记选民，这届新增加将近40万的选民中，18岁到20岁的选民，就将近有59000人。其中的建制派甲民主派议员是处的变化非常受到外界关心。公司台语台特派记者陈淑君、中国随香港采访报道。日前担任铁路建设审查委员的交通学者张胜雄讲到桃园铁路地下化的经费一在铁路局已经上千亿啊，认为不合理。在今日透早，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回应讲，尊重个人的反对意见，不过大多数的审查委员是赞成的，无应该一寡人的反对就甲国家重要建设拔掉咧。桃园铁路地下化清晰工程预算引起交通学者张胜雄甲交通部长林佳龙的战争。张胜雄指出，交通部铁路建设审查委员会好亲像是预算，只要提出就通过，这期根本就是政策买票。再去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活动，当炮回击。反对党批评张胜雄以个人反对意见绑票国家重大建设。少数特定的委员他过去就是反前瞻，也反轨道建设。尤其如果说个人有比较强烈的主张我们也会把它列为参考。可是行政程序我们还是要往前走，而不是少数人去否决了国家重大的建设。我
觉得这个实在是愧对桃园了，会造成台铁亏损继续的扩大。那成本暴增10倍，但是它的营收会暴增10倍吗？不会。开清洁交通建设审查制度引起争议，交通学者张胜雄不知请示审查委员，搁进一步发起联署，要号召相关产业推动交通建设审查法制化。不过林佳龙火力全开反击，强调审查过程有法律依据。各反对党批评专家学者审查委员制度先过头，常常因为少数人有反对意见，都耽误铁路建设进度。台湾过去这些年来，委员会制度已经过于腐烂，那甚至变成少数委员在决定我们国家重大建设。那像有一些考试委员，他考试委员也在参与我们这个铁道的审查，那个角色是冲突的嘛？过去累积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一一在做一些调整。另外，针对交通部计划取消铁路立体化自偿率，审查抗战林佳龙也回应。中央应该承担更较侪发展铁路立体化责任，减轻财政较困难县市政府负担。不过目前议员的研究当中，也无确实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要求精锐部队明年开始，爱派人去网络名人馆长伊开的练金马训练中心接受体能加攻击训练。不过，也有人质疑讲，立委会建议国防部就派人互训练。国防部也回应讲，一定会行政中立，多元化的训练是好代志，接落来会讨论了后再来定案。网红馆长陈志涵进前讲到，会替国军来设训练中心，不过却传出国防部要求精锐部队明年开始派人去馆长设立训练中心，而且让馆长来进行体能甲激斗的训练，引起必要将领批评讲，精锐部队无欠激斗的老师，不过却因为立委的意见，国防部就接受。首先你要了解。我不会去军中申请任何的经费而且我还要花将近1000万去设一个新的场地包含我的师资加起来，我一个月要空烧50万来支援国军。馆长透过直播回应讲，本来是真切心，会放弃免费替国军来训练，了后态度佮改变，强调讲会保守信用，继续来设训练中心，而且佮伫人面前抛出平面媒体的报道内容，爱民众来看卖敢有道理。不过军事专家认为，馆长伊专长的激斗，确实甲特战队的训练需求有无共款的所在。搏击跟搏命的训练那可能跟一般的健身的项目不太一样那有些健身的科目它可能强调说避免运动伤害，但是呢当你在受比如说特战训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 care 你有没有运动伤害，然后他只要能达到击杀敌方的目的为原则。国防部这边还是强调行政中立的立场，那这个事情跟政治方面是没有关系的。那后续如何进行的部分，就等讨论了之后再做定案。针对馆长训练国军引起争议，国防部强调讲，国军会坚持行政中立，而且多元化训练对国军来讲是一件好代志，一切拢真乐观看待。若是赛后要安怎来进行，搁爱讨论才会当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东方设计大学遇到财务加招生的困难，连校长拢无人来做。教育部也出手指派前世新大学的校长罗鼎明去做代理校长，协助因学校找出新的校长。事后工会也表示讲，真赞同教育部的做法，也呼吁教育部爱检讨公益董事甲派任了后的监督机制。位于高雄学生数大约3500人的东方设计大学，除了校区离市区较远，也面临财务困难、招生困境，更加传出要求老师减领薪水，也有9个月无校长。所以讲，教育部指派前世新大学校长罗鼎明出任代理校长，要帮助学校遴选出新的校长。学校方面讲，尊重教育部的决定。让全国的这个学子都能够了解，那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招生的状况可以更好的话，那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欢迎他。罗鼎明接任代理校长，任期有加对今年12届到明年7届，伊讲有信心能帮助学校继续正常办学。我们不希望说，因为一直在萎缩的时候，让那个教职员到最后就要面对困境了，说看能不能情商他们来支援。
伊讲到临了后的对症落药，尽力争取外界援助，未来邀请业界各领域专家担任讲师、客座教授。东方设计大学进前是东方工艺专区学校，106年升格大学原校长李崔清时，按照私校法规定，校长出发时6个月内要遴选出新的校长，延长3个月。最终因为无结果，因此教育部头一摆推出官派代理校长。校长的能力的问题，学校的运作每况愈下，要扣减老师70%的研究费，这些都是人谋不臧。所以我们建议教育部还是要注意董事会的公益性。那私教法针对董事的规定，其实都有一定的规定啊，怎么样的状况你不能担任董事，或者是说同一个家族这个不能超过1/3等等。司法工会点出司校长久以来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家族化，一代传一代。虽然肯定官派校长进驻学校，也呼吁教育部检讨公益董事遴选，加派任了后应该有监督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捌做过国手的前北体高雄校友会分会长出面来指控，伊讲高雄市今年度专任运动教练开的课说一个拢无，批评高雄市政府看轻体育，也因为教育部捌讲过，体育班若无请专业的教练，明年就要甲因收掉。不过市政府也回应讲，今年度是学校虽然去处理请教练的代志。排球队的学生拍拼练习，做出教练要求的队形。另外一边，阁有田径队嘛，伫教练指导当中修正姿势。因是高雄大寮国中体育班的学生，田径排球的教练拢由校内体育科的老师担任，但是无属于老师专长的项目，就要靠专任教练。不过高雄今年度聘任专任运动教练的人数，煞互捌做过国手的台北市立大学校友指控招聘的人数挂零。所以这些教练几乎都是台湾顶尖的选手退役下来的。那你让他在那边领一个3万块，好像一个金牌的临时工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个很不公平的啦。台北市可以一次招23个，但是我们今年的高雄市什么都没有。苏定员讲，高雄市全中运的成绩愈来愈歹，和专任教练无够有真大的关系。专任教练袂当兼任体育科老师，真侪学校唔愿提供教师专业，怎无法度互专业人员入去学校指导学生。不过市府回应，今年度已经由各学校家己招聘7位专任教练。这个运动教练的禁用是看学校的需求跟他的缺额情形。那我们高雄市会逐年来禁用跟补足这些运动教练的缺额。那这样的补足的动作会连续几年。那我们是要看缺额情形。教育局回应，会计无够的部分会一年一年补足，会每一年定期开会，搁请专家辅导访视各学校，提出改进策略，作为日后专市体育发展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咱台湾囡仔有偌高。非洲伫这疫情真严重，亚洲敢若台湾加日本无发生灾情。中正大学有16位学生组成探领域的团队。结合机械工程加生物技术，开发出非洲伫这快速检验机。也目前因为非洲伫这无预防射糖核子，研究团队会当把病毒抬出来，防止病毒搁再传出去。经过手机 App 模拟发动了后，装载血液样本的装置来进行检测。这台非洲伫这快速检测器利用病毒基因真侪检测目标，用锁定病毒感染了后3天到7天潜伏期进行检测，有效来预防疾病的扩散。因为基因编辑的酵素，它可以去辨认专一的 DNA 序列。那当我们今天有病毒的 DNA 序列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酵素就会被启动。那启动之后，我们就设计一个程序，让它可以的活性转化成荧光的讯号。那荧光的讯号借由我们的机器呢传导到下面之后，我们再把荧光讯号的强弱换算成数字，然后上传到云端，然后我们的政府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这个样本它到底是有没有病毒在里面。比市面上的快速检测器以抗体检测为主，快速检测唔来使缩短检测时间，也降低检体送实验室风险。而即阵这个机器也未进入生物实验的阶段，而团队也希望讲未来各项家禽、家畜的相关疾病，即便有病原体比对资料，拢用来做一个检查。那既然它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因为像亚洲剩下台湾，对，就剩2个国家，日本没有沦陷，所以我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来做一点什么事，就是也是为我们国家去算是尽一份心力这样。
因为符合国际防疫需求，这项设备伫国家比赛时阵也引起厂商的关心、注意甲询问。研究团队讲，现阶段继续强化各项功能，并且申请研究专利，希望未来能替台湾在各项防疫措施顶面提供更加有效完整的科学技术。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气候变迁甲农药蛇伤济情形，台湾有几啊种有特殊芳开的花甲草啊，将要放消灭起啊。也因为安尼，花莲农改场也开始收集真侪台湾本地有的食物，希望唔通互因来动紧。今日芳草食物园区内底，一个开球啊社会的，就是大家常常食的仙草。其实伊伫咧田里常常出现，啊，毋过即几冬所拢强要无去。啊，搁有水沟边常常看水八角、草青草，啊，搁有杏草，即马嘛拢愈来愈罕哩看。这些野花野草已经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它的最大杀手是谁？杀草剂，对。除草剂，所以都杀光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很美美的、有机能性的、有功能性的、有景观性的这些的草都不见了。为着要甲即寡台湾原生种的芳草食物找回来，花莲农改场甲民间农场合作抚育几60种芳疗食物，希望讲会当建立生态技术，而且找出食物对抗环境的基因，互原生种的芳草会当去用多元利用。海鲜卷是放一些马告，原住民的马告，这个是用鱼腥草来做一些菜包。这个就是以那种春卷、三丝春卷的方式来呈现，再加入刺葱。大家吃的用的那些菜啊，什么大部分作物都是我们的栽培种啊，外来种也都很多啊。我们希望把就是一些原生植物的那个种源也导入，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些机能性还有抗逆境的种源也是蛮有发展潜力。花莲农改场强调讲，台湾原生种的芳草食物，除了会当食，大部分拢有药效，所以真有经济价值。希望讲未来会当提高产量，帮助农民以外，卖到产业食物恢复多样性。记者综合报道。金门机场发现到一只真罕得看到二级保育类的底鱼鸟头鸟，不过伊倒边的石仔有小可去钓伤到，经过治疗了后，也已经顺利甲伊放回去大自然啦。2、3。一只底鱼鸟头鸟等实往墙内的方向飞，一只底鱼鸟头鸟进前吊伫咧金门机场的防护网仔顶悬，倒边的膝仔小可受伤，好在在无伤到骨头。经过1礼拜治疗了后，身体状况已经恢复。不过，煞出现无爱食物件的情形，协会经过评估，赶紧时间来压防。就是他被机场的那个防护鸟网给困网了，这样子。那我们经过我们的兽医师玉明检伤之后，就是有发现，它的左翅有一些，因为在受网的时候挣困，然后挣扎，然后造成羽毛有一些折损跟凌乱。那所幸没有造成比较大，就是比较严重的切割伤，就是经过整理跟照护之后。就是在选择今日将它野放。那它的重量很轻哈，大概差不多是在300公克左右。那它的这个整个羽翼啊，差不多有38公分，算是比较小型的猫头鹰了哈。这种底鱼鸟头鸟真罕得看，是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台湾一档的记录较无100只。底鱼鸟头鸟寒天会飞来金门过冬，帮做事人斗过田领鸟鼠。不过，日时休困，暗时活动，平常时真罕得看，常是掉伫咧网仔底才方发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土库有一间超过100年的病院，最近重新开放，这些乡亲拢回来到这，少年捌甲因帮赞过的陆云忠医师。这间病院未来由云林故事馆来经营，讲在地故事也甲陆医生的精神继续传承落去。这个是药局，我妈妈那个药的家也是我拿零用钱的地方。这是云林土库的万德病院，历史超过100年。毋但是陆云美自细汉生活环境，嘛是真侪土库人感情上深的所在。3年前陆云忠医师过身了后，病院就关起来无开放。伫陆医师100岁生日期这天重新开放参观，这些乡亲拢回来细细看看。上重要的是，来这怀念因过帮赞过因的陆医师。足疼阮的呢，我拢无可能甲写，伊嘛互我写。1914到现在已经100多年，
那我们做一个继承者，我就觉得说，怎么让这个老房子就重新的被开启？爸爸一直跟我们说，他在土库是在赚钱，他不是在赚钱。那落分总医师的病人怀念伊，这和伊开讲过的少年人，嘛表示讲真受伊的影响。看到瑞妍那时候，他怎么的去克服，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深的。这样，老师和学生囡仔做伙研究这间病院的历史，开真侪时间斗相共整理病院。婚林故事馆嘛加入斗经营，要为土库培养讲故事的人才。大家做伙打拼，都是要把这间老土库人的病院。含路易斯的精神腾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6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德国看因的经典车展。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